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EP 149集嘅兵器廠街。咁又闊別咗大家2個禮拜啦，咁啊都做翻個回顧呢3場嘅賽事啦。咁啊，譬如英超聯賽又對住曼聯啦，同埋車路士。咁而歐聯呢，我哋第2回合對住燕豪芬嘅賽事亦都係正式呢係出線進入歐聯嘅8強。咁先做一啲近況嘅 update 啦。咁就史基利呢，就首次啦史基利咧就首次入選英格蘭國家隊嘅一隊名單啦，恭喜呢個後生仔咧咁細個就可以進入咧英格蘭國家隊。不過都借助啦最近英格蘭比較多嘅閘位嘅受傷，以至於咧去選佢入去。咁但係同時間其實佢喺近期嘅英超上嘅穩定嘅表現啦，進攻上嘅亮麗技巧啊，帶到嘅衝擊咧，相信亦都係咧佢可以入選嘅原因。咁希望啦就係佢喺球場上面嘅多面性啦，中場啊、翼鋒或者閘位都可以兼顧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為佢喺今次嘅國際賽嘅週期都有啲上陣嘅機會，吸取下國際賽大賽嘅經驗嘅。咁而另外有關英格蘭國家隊嘅消息啦，咁其實賓偉治咧杜曹咧都有個評價，即係有個係關於賓偉治啦。咁其實都係開放咧，賓偉治係可以咧去再一次去選召佢，只不過咧因為近期嘅受傷亦都係啱啱好翻咧，一個狀態不足嘅情況之下，都暫時未有機會考慮佢。咁所以其實賓偉治會唔會即係藉住杜曹嘅上任，又會重新有機會咧為英格蘭披甲上陣啦？咁而拿旺尼都入選咗 U21 英格蘭國家隊嘅隊伍裏邊。好啦，咁啊講到新鮮滾熱辣咧，熱身賽啊，我錄音嘅時間就係23號啦。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噶啦，史基利咧啱啱嘅呢一場嘅友誼賽熱身賽咧對住阿爾巴尼亞嘅賽事咧，最終咁佢亦都係收穫咗1個入球，同埋咧攞咗呢個嘅 Man of the Match 嘅，可以話為咗佢喺呢個國家隊嘅生涯啦打開咗個好夢幻嘅開局啦。咁其實咧，大家都留意到呢一場波佢站位一個左閘嘅角色啦。咁但係經常呢個前插嘅能力咧，似乎呢一場波咧都顯現到出嚟嘅。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哋近呢個零月啦，開始睇到史基利更加多呢一方面嘅進步啦，或者佢所有嘅元素。咁呢一個嘅前插亦都係得益於比寧咸啦，見到呢一個嘅走動啦。其實阿仙奴咧都講翻，其實喺近呢一季或者季幾嘅時間咧，其實球員向前插嘅時機或者係嗰個嘅意欲咧，並唔算特別強嘅。咁亦都係比寧咸俾到空檔啦，咁啊呃到入嚟禁區裏邊施射，咁啊呃到對方嘅9號球員啦，咁啊能夠可以快腳捅穿咗對方嘅大細龍門咧，就先開紀錄。咁亦都可以話啦，為咗自己啊，咁啊叫做咧，即係回報翻杜曹對佢嘅信任啦。畢竟即係喺咁多啱啱 Alex 所講啦，即係左閘嘅受傷嘅情況底下，佢能夠可以獲得一個上陣嘅機會啦。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啦，亦都係 injury free 啦。懷斯呢場波亦都係有82分鐘嘅上陣嘅時間噶。咁希望即係兩位都唔好太過粗魯啦。相信當我播出呢一集嘅時候咧，懷斯應該第2場波都打咗，應該又係會出噶啦。咁另外啦，就因為你哋2月份嘅最佳球員嘅，我相信都冇乜太大意義。畢竟咧，整個嘅2月份我哋嘅表現唔算特別出色啦，真係要去揾一啲嘅亮點，穩定嘅繼續穩定拉亞、柏提啊等等嘅球員，甚至乎懷斯個狀態都開始冒升。咁但係的確，你話俾咗啲嘅驚喜喺呢啲嘅賽事裏邊咧，咁因華利尼的確都會係其中一個最有力嘅競爭者之一。咁希望啦，即係今屆對於佢嚟講，絕對係一個跳班升級嘅一個賽季啦。即係上陣嘅時間大幅嘅增加，咁亦都趁住即係好多球員嘅受傷啦，無論踢右翼啊，甚至乎右八、左八都嘗試過。U21嘅賽事裏邊咧，亦都係有上陣嘅機會啦，後備入替啦，叫做阿迪達。我睇翻成個嘅為佢嘅 planning， 由15歲作為一個英超最後生嘅上陣嘅球員啦，去到今年啦2年幾之後嘅今日，咁啊真真正正成為一隊嘅一個常規嘅球員之一，咁啊入埋呢個 U21嘅國家隊，咁希望會唔會遲啲見到佢喺國家隊，即係講緊成年隊啦嘅身影咧？咁另外幾位球員都快講下啦，即係喺國家隊裏邊，加比亦咁啱係呢個友誼賽裏邊咧就獲得一張嘅黃牌啦，咁啊結果可以提早翻倫敦休息啦。咁另外托沙新增高有一個直接嘅對碰啦，咁啊結果比利時啊能夠可以反勝對手啊，就攞到呢一個嘅勝仗嘅。咁而基維奧啦、泰亞尼都分別有上陣啦，反而要講多少少咧就係卡拉費奧利啦。咁呢一場波面對住德國嘅賽事咧，佢賽前咧都
都仲講話，喂，即係德國嘅球員可能喺近季嘅對碰上面啊，或者個態度上面有啲咩問題都好啦，可能係一啲媒體嘅演繹上面有啲嘅出入啦。咁但係咧，佢咁啱就正正喺呢場波咧，自己咧就拐到自己個膝頭，咁亦都喺經過一啲嘅 scanning 之後咧，發覺咧都係比較嚴重啊，有機會係需要傷出1個月嘅。咁呢個亦都係對我哋嚟講少少嘅打擊啦。畢竟我哋仍然係雙線嘅作戰啦。咁史基利叫做都仲係交緊學費嘅階段啦，啱啱所講過，咁食嗰張紅牌啦，停賽啦之前。咁但係似乎佢兩位咧仍然係叫做今屆我哋輪住一個左閘上面嘅一個競爭者。咁佢嘅受傷咧，似乎史基利能唔能夠喺兩條戰線咧都 keep 住可以保持到水準，同埋即係有時冇咁上頭啦。咁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緊要，特別嚟緊我哋對住皇家馬德里嘅賽事咧，2個回合，咁可能真係要安放史基利係踢足晒2場波噶啦。咁所以希望啦，卡拉夫我哋能夠可以趕及啦喺4月中多少少嘅時間能夠復出嘅話咧，咁佢對於我哋如果真係歐聯有一啲嘅奇蹟，咁都會係起碼多一個球員去使用咯。咁當然新增高泰亞尼仍然喺度嘅，我哋左閘嘅位置仍然係算係比較充裕啲。咁講到尾啦，至緊要一眾出場嘅球員啦，包括埋我哋加特亞等等啦，都可以係平安無事翻嚟咧。咁啊嚟緊歐聯嘅賽事，甚至乎你話英超，我哋仍然係需要繼續努力噶。咁首先講翻車路士呢場波啦，咁睇翻其實咧，哈弗斯同埋沙卡仔亦都係在場啦。有傳就沙卡仔啦，4月頭就已經可以回歸噶啦。咁究竟會唔會喺歐聯嘅賽事當中，我哋可以見到佢呢？一個咧對住球隊戰力嘅衝擊，因為其實沙卡仔都係即係比較重要嘅喺我哋咧右翼嘅進攻啦，同埋啱啱陣間都會講到一啲死球戰術方面。咁而另外哈弗斯就收列啦，咁都繼續去支持球隊，希望佢早日康復嘅。咁睇翻啦，今場嘅數據方面呢，咁我哋咧就憑着美連奴角球一戰定江山呢，1-0贏到車路士嘅。睇個數據方面呢，其實呢，自從上一季開始啦，即係其實呢季半到咁上下啦，阿仙奴呢已經係入咗27球嘅角球入球，亦都係呢叫做係獨領群雄啊，喺英超嘅聯賽裏邊成為咗呢第一個 top 1嘅角球嘅球隊，更加有11球嘅角球嘅入波呢，係為球隊呢取得領先嘅優勢嘅。咁同樣地亦都係聯賽數據裏邊呢最優秀嘅一支嘅球隊。咁而另一個數據啦，都見到嘅就係我哋自從請咗祖法之後啦，喺21年至22年嘅賽季，咁其實呢，我哋嘅排名係好高嘅，就係講緊我哋成個角球嘅入球數字啦，係52球啦，當然排第一啦。咁而另外亦都係呢，我哋一啲唔計12碼但係罰球入波嘅數字呢，加埋係有65球嘅，咁即係分別係52同埋13球，就係嗰啲罰球啦。咁喺成個英超呢個嘅 period 裏邊呢，利物浦係排第2嘅，但係角球已經講緊少我哋9個啦，而罰球少我哋6個嘅。咁見到呢個數據咧都幾出色嘅，喺以往啦，我哋呢幾年裏邊呢，死球嘅數字。咁但係其實呢，自從呢，我哋1月15號贏咗2次之後呢，就已經冇再入過角球啦。即係講緊係12場波。所有嘅歐聯英超嘅賽事裏邊呢，咁其實都見到呢個嘅數據呢，係近期有啲回落，甚至係有冇啲球迷都發現到近期好似冇乜喺個電視上邊見到祖法嘅面孔，因為我哋冇角球入波，咁所以鏡頭呢都冇話捕捉到佢慶祝啊嗰啲歸功呢。呢位戰術嘅教練都綜合咗幾個嘅原因，會唔會係即係沙卡仔係受傷啦？咁其實都係幾直接咧去到導致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加比爾你見入波少咗，就係因為佢好多嘅角球嘅入波呢，其實都係沙卡仔助攻出到嚟嘅。當然啦，就係沙卡仔開嗰個角球出嚟質素係高同埋穩定啦。而去到呢個嘅位呢，都想講一講就係今場波呢，我自己覺得雖然奧迪加特係有一球助攻啦，咁但係其實普遍上佢嗰個處理角球嘅質素都唔係相當之穩定嘅。咁譬如第2球亦都係開翻個近處，但係咧早就俾對方防守球員咧，因為個波開得唔夠高嘅情況之下而清咗出界嘅。咁反而其實另外一邊呢，就迪勤懷斯都係嘅，即係會唔會近期就係佢太多工作啊，太多壓力上身啊，即係防守又係佢啊，專守為攻啊，上場對曼聯入波又係靠佢，以至於喺嗰個 delivery 或者嗰個傳中嘅質素裏邊呢，真係有啲嘅影響啦。譬如我自己更加想講嘅就係迪勤懷斯今場有一球罰球嘅機會啦，喺左邊大概俄眉於頂嗰啲位置咧，咁但係扯出嚟個波咧
都係扯唔起嘅，直接應該係散中咗安素費南迪斯嘅。咁所以咧呢啲位都係見到咧係一個比較幾好射，對比翻上一場波對住曼聯啦，般奴入嗰個罰球差唔多嘅位置。有個期望就係會唔會其實我哋都好耐咧冇入過直入嘅罰球噶啦，咁就係會唔會咧都可以有個似樣啲嘅埋門先啦，唔好講入波住啦。咁呢個都係相當之可惜嘅。咁而講翻角球啦、輸入波嘅方面啦，會唔會就係即係少咗我哋自己球員嘅拉扯啦？譬如哈弗斯啦，以往做好多呢啲嘅工作嘅，喺個角球嘅攻勢裏邊去到做一啲嘅推前掩後啊、交叉嘅走位啊。咁而家其實真係比較少啊，冇咗一啲喺後邊湧啊，然之後一嘢衝上嚟啊，咁啊 Ben 威都唔喺度啦，Ben 威都喺角球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以往。所以見到其實會唔會係就係咁樣呢？另外就其實今場對住車仔入嘅呢個角球，我只覺得嗰個戰術嘅嗰個層面呢都唔算太複雜或者太有深度，都係一啲喺走位之下呢去純粹係美連奴跳起升起咁啊，喺個近處度高晒佔盡呢個先機而頂到入網嘅啫。咁啊雖然呢今場波都係入咗呢球嘅角球啦，但係其實即係會唔會種種嘅問題令到我哋咧都唔能夠將角球成為咗我哋而家可以打開勝局嘅一個嘅期盼啦。講翻對車路士嘅呢場賽事啦，我哋嘅數據啊，其中一項咧就係原來啊，我哋兩隊波加埋嚟個 expected goal 咧係只係得1.1幾嘅啫。咁車路士如果就咁睇啦，甚至乎咧係喺馬利斯卡執掌之後，今屆啦獲得最低嘅一個 expected goal 0.35嘅啫。咁但係咧，我哋自己睇翻，其實亦都唔可以話非常之理想嘅0.7幾。畢竟咧，我哋整場波嘅發揮啦，甚至乎有一段嘅時間睇翻個 data 啦，我哋其實係得嗰40%到嘅控球率。如果球迷心水清啦，發覺呢場波裏邊，我哋喺2個半場啦，都有一段嘅時間完全係俾車路士攞住個波嚟用咧，係擠壓喺我哋自己半場裏邊嘅。咁呢個嘅局面，我哋可以歸咎就係阿迪達嚟領先住1球之下啦，佢嘅取態啦。與此同時咧，亦都可以睇到其實阿仙奴喺某個程度上咧，呢一場波嘅戰意咧，其實亦都唔係特別強嘅。咁衍生出嚟嘅問題，我哋都好想講就係進攻上面嘅乏力咧，其實亦都係導致到我哋今屆啊多次喺好多個賽事裏邊，不但止入唔到波，咁甚至乎若果啊喺一啲時候咧，一唔留神啦、唔集中嘅階段咧，就會導致到失球，甚至乎會失分添。咁所以呢一場波，你話1-0嘅數字加埋得6次係射中籠，兩隊波加埋呢個 expected goal 呢一個 chance create 仲係0嘅。咁嘅情況底下咧，似乎呢一個所謂嘅強強大戰啦，亦都可以話係一場咧都頗為之失色嘅一場倫敦打比啦。多文能呢個字，如果大家有留意阿迪達咧，經常去使用嘅咁我哋都唔係第一次講噶啦，的確。喺好多個賽事裏邊咧，我哋能夠睇到阿仙奴喺只要冇乜球員太多嘅失誤嘅情況底下咧，基本上嗰場波都唔會點樣有好明顯嘅處於個劣勢啦，又或者啲失波咧係非常之多嘅基本上一球起啦，甚至乎我覺得悶和嘅賽事咧近排都多咗。咁但係佢 prefer 呢個 dominant 呢個字多過 control 咧，即係佢希望喺場面上面嘅控制係能夠完全擠壓到對手咧，係冇有太多嘅機會，不但止亦都係會縮喺自己嘅禁區裏邊。咁呢一種亦都係我哋近呢相信呢2季啦比較上 prefer 嘅一種打法。咁但與此同時咧，其實大家都留意到，或者大家有聽啲評述啦，加力查咧嗰一樣嘢咧，我都唔係好想去認同。咁但的確咧都顯示出一啲嘅事實出嚟，就係阿仙奴好 struggle。去創造到一啲嘅機會嘅特別係有好多嘅空間咧，其實我哋係冇創造出嚟啦。好多打 1-2 啊，又或者一啲個人嘅突破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缺乏嘅。咁變相咧，我哋空有一個形勢啦，控場率可能好高嘅，壓制住對手嚟打嘅。咁但係能夠創造出嚟嘅射門唔多啦，唔中籠啦，甚至乎咧仲要俾人打翻反擊添。咁呢啲嘅情況亦都係令到我哋好多時候咧，縱使睇落去個場面係具優勢嘅，對曼聯嗰場波都係咁嘅，上半場令到曼聯基本上係冇有任何嘅機會可以打到反擊添，除咗就係去到臨完場前嗰下托沙特撞低咗，帶住波殺到入去我哋禁區頂前面係要砸低佢嘅呢一下之外咧，基本上可以話係完全牢牢咁掌控住個局面咯。咁但係縱使係咁，一啲未必睇球賽嘅球迷啦，去睇翻啲 highlights 咧，其實阿仙奴嘅射門係唔多嘅，或者叫做真正威脅到對方嘅射門亦都少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今時今日阿仙奴都講過好多次噶啦，你要短時間內去改變到球隊嘅進攻表現咧係好困難。咁但係幾個問題出現咗，頭先所講控制住個形勢。
但係圖有一啲嘅控球啦，缺乏好多球員去做一啲嘅突破，例如啱啱都有略講過啦，史基利咁佢都會願意咧係個人去做一啲嘅衝刺，壓到落去中間線咧，係哪怕係俾對方閘低嘅話，都可以搏到啲嘅罰球。咁呢一種我哋叫做靠個人能力或者強行突破嘅嘢咧，喺近呢季紀咧都係少之又少嘅。另外啦，即係你見，哪怕係對住曼聯一場波，你控制住個形勢，最終係要靠一個咩入波去出現呢？就係天巴喺右路上面嘅個人嘅盤帶壓到落個三閘線 K 個位嘅位置咧，咁啊出翻個波俾懷斯，咁啊拉扯到啲球員，令到懷斯有一啲嘅空間可以射到門，咁先至令到奧拿拿咧係束手就擒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呢一場波能唔能夠攞翻一分都成問題嘅，甚至乎去到嗰場啦，即係而家叫略略講翻少少曼聯嗰場比賽啦，換走咗帕提之後咧。縱使我哋能夠可以追和1-1，咁但係有冇留意到帕提換走咗之後咧，我哋中場嗰個失勢咧係明顯咗，甚至乎有好多嘅情況咧係令到曼聯有一啲喘息嘅空間，製造到一啲嘅機會起腳嘅。咁甚至我可以話啦，嗰一場波能夠拎到1分咧，某個程度上都係執翻身彩嘅。即係如果最後懷斯唔係幫美連奴叫做補翻個位啦，一個好靚嘅解圍啦。另外就係拉亞點樣兩次將啲幾乎係必入嘅情況底下咧，都可以係救翻出嚟，否則的話咧，嗰場波可能我哋全失3分添。咁所以見到亞斯圖而家嘅情況就係可能每一場波你唔 expect 佢可能會輸，但係你要咬到對方一球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就咁睇啦，阿迪達有嘅人就係咁樣啦。咁可能有啲進攻點上面馬天翻咗嚟，可能助攻助手會好翻啲啦。咁但係咪繼續安排佢踢右路咧？會唔會有多啲嘅走動拉扯咧？點解即係踢左邊嘅托沙特，右邊係馬天咁？永遠嗰9分鐘，如果大家踢足嘅話，就係咁樣企位咯，係唔會有啲 interchange 嘅角色啊。哪怕係可能托沙拉到中間，美連奴可能扯翻入嚟，咁馬天就走埋入去中間嘅位置，或者兩邊可以兩翼交叉去換位，呢啲嘅情況全部都係冇乜嘅。咁變相對手洞悉到你或者叫做做到嘅嘢咧，就會係更加有限咯，因為變咗大家都知托沙特嘅推進係點樣，一定挨埋嚟中間，馬天嘅突破冇左腳 cut in 唔到，咁一定係打死都係要落底噶啦，一係就要加翻個波喺後邊。咁其實變咗好容易 predict 到嘅情況底下，我哋嘅進攻咪缺乏咗啲變化咯。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阿仙奴啦，點解好似有唔少嘅情況底下都唔係話顯得好差，咁但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去到下半場咧，甚至乎係會有一啲嘅失誤，或者係俾對方一啲反擊嘅空間。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今屆其中一啲嘅寫照。若然仲要好似早嗰2個月咁，一啲嘅死球都唔能夠可以係提早去開到啲嘅紀錄嘅話咧，咁嗰場波咧就非常之膠着啦。你見就算阿迪達嗰場角球入到波1-0，佢嘅取態都係保守噶，去到真係70零分鐘度先肯去換人禁制，最尾仲要換埋個泰亞尼出嚟，佢可能都係踢一個介乎於閘同埋翼之間嘅位置，仲要喺右手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阿迪達嘅用人都係好守緊。嚟緊想講個 point 啦，就係有啲嘅球員，之前啱啱對住 PSV 諾芬嘅賽事獲得難得嘅正選機會啦，基維奧啊、辛真高、史達寧等等啦，都可以有正選嘅上陣機會。史達寧咧就成為咗嗰一場波Man of the Match 嘅2個嘅助攻，咁叫做啦今屆好暗淡嘅一個賽季裏邊咧，算係攞到一個佢自己比較上會滿意啲嘅表現。咁當然啦，你話佢嘅發揮，講真難言係好出色嘅。對比起最頂峰、最黃金、最 prime 嘅時間嘅佢咧，絕對唔係嗰個史達寧嚟噶啦。咁對佢嘅期望，大家亦都唔好 expect 好高啦。講真，即係佢有信心嘅，咁佢咪會推多2嘢，壓到落個底線出個波，咁俾懷斯頂到咯。又或者叫做嗰下嘅轉身靚嘅，避過對手喺俾對方侵犯之前，督到個波，俾新增高能夠向前推進，拉扯咗幾個人嘅時候，咁個中門大開，俾新增高射得個靚波。咁希望佢係咪可以至少成為一個具競爭能力，不斷揾翻狀態嘅濕實條咯。即係你話係咪一個好值得依靠嘅力量？佢唔係噶啦。咁但至少馬天翻嚟啦，嚟緊沙卡都翻嚟啦。咁佢同阿旺希望喺嚟緊一個幾個賽事，英超保住嘅前4，歐聯嗰2場波會唔會作為一個後備嘅力量？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當然啦，大家要記住首回合佢唔能夠出場嘅，因為臨尾93分鐘佢嘅飛鏟咧，咁結果獲得一張黃牌，導致到下個回合即係首回合啦，皇馬嗰場波唔能夠出場噶啦，俾到嘅空間唔係好多。你對住車仔冇會又出唔到啦，對住皇馬嚟緊又出唔到啦。咁其實睇一場少一場啦，史達寧
咁曼聯場波啱啱講過啦 ，PSV 見到分咁新增高好得意嘅呢場波能夠可以獲得入球啦，難得嘅起腳射門亦都破網。咁但係對住車仔場波亦都係冇獲得任何上陣嘅時間啦。我相信即係佢都係作為一個中場嘅角色會多啲啦。嚟緊嗰9場嘅聯賽啦，甚至乎我覺得2回合對住皇馬應該都冇乜機會出場噶啦。咁所以可以俾到對手睇板嘅機會又少咗，因為我相信佢季尾會離隊嘅機會咧都係大嘅。咁基維奧就叫做不過不失啦，即係都係咁噶啦。作為一個第三中堅，雖然佢個順位叫第三中堅，但阿迪達對佢嘅信任咧的確唔高嘅咁所以都預咗，我覺得今屆都未必再會有機會見到佢上陣嘅機會啦。咁阿旺咧反而就好啲呢段時間作為一個正選打咗唔少嘅賽事啦，咁馬天復出咧，理論上佢退居翻後備係合理嘅。咁但至少一個17歲嘅球員咧，都唔好太過拔苗助長啦，俾到一啲嘅機會佢，即係後備入替去作出一啲嘅變化。咁可能對於即係現時嘅佢咧，係一個最好嘅情況。啱啱都講過入咗 U21嘅國家隊啦，第一次啦，咁睇下會唔會有一個證明自己嘅機會啦。好啦，咁趁呢個機會都回應翻啦，即係上集都有啲球迷好即係俾一啲嘅 comment 我哋啦，即係都知呢段時間我哋出片嗰個速度或者可能嗰個密度就冇咁高嘅，畢竟可能我哋有時都夾住兩三場波先一次過出啦，都希望即係球迷體諒啦，因為都即係呢段時間工作上面都比較繁忙啦，咁同埋今屆咧，坦白講可以即係點出問題嘅機會咧，又唔算真係好多，因為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個比賽內容比較貧乏啦，或者係我哋今屆面對嘅問題咧，似乎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嚟嘅，亦都係叫做啦籠罩咗我哋成季，甚至乎有啲嘅端倪咧喺上季已經出現咗，變咗即係我哋發覺個內容上面未必話會好突破啦，咁所以可能都會令到我哋咧喺創作上面嘅內容咧都會少咗，咁但係希望球迷繼續支持啦，就多多嘅包涵啦吓。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會留意翻一啲即係大家嘅 comment 啦，對我哋嘅建議啦，咁我哋都可能有機會遲啲會唔會用一啲其他嘅形式同大家見面咧？咁呢一個就留翻之後我哋再去公布啦，咁樣。好啦，咁都去片尾最後階段啦，展望翻我哋未來嘅賽程啦，我哋都大概計埋埋有2個禮拜休息嘅時間，去到4月2號先再一次咧去有下一場嘅比賽，咁但係接下落嚟咧都係比較艱辛嘅一個賽程啦，喺連續咧18日嘅裏邊係要咧踢6場嘅比賽啊，隔住3-4日就要踢一場噶啦。不過咧，英超嗰邊就比較好少少啦，主場對住富咸不過富咸近年都難踢嘅，我哋對住佢。咁另外咧，愛華頓賓福特同埋葉士域治相信都係比較容易啲應付嘅對手。咁再加上其實我哋覺得英超呢邊嗰個嘅重心就真係要再擺低少少，叫做補翻住個第2咧或者前4，其實已經係完成一個任務。咁相信咧，英超奪冠嘅機會咧係相當之渺茫，咁反而咧係會唔會集中啲嘅火力去對住皇馬嘅賽事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對皇馬咧，即係大話數一數，就已經去到咧成19季前嘅事噶啦。05-06年嗰屆啦，我哋攞亞軍當中咧係淘汰咗皇馬咧去到晉級嘅。咁當然啦，當時嘅經典亦都有亨利咧去到千里走單騎入到皇馬波嘅。咁皇馬呢一 part 咧，我哋先講住咁多先，下一集翻嚟咧，我哋會再睇一睇對住皇馬嘅賽事，我哋準備成點樣啦？或者 IG post story 嘅時候咧 tag 埋我哋兵工廠街呢個嘅 account， 兵器廠街，tag 埋我哋咧兵器廠街嘅 account，咁我哋就會見到你嘅收藏噶啦。